容許我喺投下否決政改方案嘅一票嘅之後，可以辭去我立法會嘅職位，從而引發一個變相公投，讓市民可以向中央發出抗議嘅聲音。民主黨何俊仁幾次喺記者會度強調，做法係為咗延續雨傘運動，希望可以得到泛民主派同埋民間組織嘅支持。民主黨過去都曾經支持政改，何俊仁形容民主黨曾經用極大嘅道德勇氣支持政改，以免中共扼殺2017真普選。但係事與願違，今次政改方案仍然令真普選無望。我哋都唔係好明，如果要求泛民同埋佢嘅支持者參與，應該發動嘅係5區公投，而唔係何俊仁一個人辭職。而家佢一個人辭職引發公投，事先又未同泛民同埋商學商量，而且喺好早之前佔中 D-Day、613民間公投到佔領，市民一早已經表明要爭取冇篩選嘅真普選。否決方案之後先至發動公投嘅意義到底係咩呢？一陣又俾民建聯嘅黃國興鬧泛民辭職公投所使嘅公帑可以換到幾多罐午餐肉，仲俾埋子彈建制派攻擊泛民添。同埋何俊仁辭職之後，制度上係冇辦法參與補選，又冇講會派邊一個區議員參選。但係無論係派邊個都好，都一定會係民主黨嘅第二梯隊，明顯地係會對民主黨有利嘅。雖然聲稱要延續雨傘運動，但係呢個決定應該係佢離開議會之前為民主黨做 show， 盡下力宣傳啫。網民都唔係好同意佢嘅做法啊，話無限 loop， 其實最後都係推翻唔到831嘅人大決定。